冇諗過你仲係咁作文，隨時攞 U。足印寫咗閒路，無愧寫咗無悔，微笑寫咗大笑。就算故事立意文筆五星星，離題都只會 level 2。1分鐘講2點技巧，即時進步，永遠唔會有離題風險。1. 直接提眼，第一段開門見山扣題，結尾段重新提眼，首尾呼應。每個片段同論點，起碼抒情同說理部分都要緊扣提眼。唔好懶特別玩咩同義詞，足印唔係行路，而係留下嘅痕跡；禁區唔係限制，而係禁止嘅場所同領域；無愧唔係無悔，而係對己對人嘅盡心。你以為相關嘅字可能係唔同啊。2. 提眼發揮，以足印為例，聽下以下2個版本，邊個揀扣題啊？版本 1， 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當下，珍惜每分每秒，留下美好嘅足印吧。版本 2， 足印有時終歸消逝，珍惜過去前人嘅足跡同印記，珍惜當下每分每秒嘅步伐，珍惜未來仍然有留下足印嘅機會。足印縱逝，曾愛過體驗過，於願足矣。版本 1先講一大堆主題，強扣提眼。版本 2由提眼推出主題，內容雖然差唔多，但你認為邊個更加扣題呢？真情實感，言之有理，一係寫高分又好睇嘅文章。Like、Save、Share， 留言拎佳作，bio 報課程。堂上見之前。